大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呢個頻道啊。今日係2026年1月6號，希望大家呼籲一下啦，俾個 like 支持我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晒各位。好啦，上個禮拜日咧就台慶啊，TVB 嘅台慶啊，TVB 嘅盛事2025年嘅頒獎典禮。咁喺當中咧有激動嘅宣言啦，有以為路過擦身而過，戲劇性蕩氣迴腸嘅情況出現啦，更加有一啲咧就感動宣言嘅，好啦，而且咧有一啲咧更加有一啲咧係我唔識嘅，都唔知係邊個，可能我自己冇睇電視啦。咁啊，我孤陋寡聞啦，好未？不過都要講兩句嘅。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之後嘅廣播啊。好啦，我哋講邊個一個好先呢？標題就咁講嘅，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完整得獎名單，新聞女王啊，新聞女王二數9個獎成大贏家。我有啲朋友話：咦，你新聞女王玩晒啦，其他嗰啲冇嘅，史上第一次喎，其他嗰啲咩唔公道啦？有咩唔公道啫？咁先有話題性噶嘛，係咪啊？咁話題女王的而且確係受歡迎喎，呢個唔可以改變嘅事實喎。而家你 TVB 即係佢 TVB 啦嚇，兩線劇係嘛？有一線，其中有一集就其中有一套咧就《我回家》嚟嘅。你13部提名嘅劇集冇啊，全部都有收視噶。咁你咪等觀眾去揀下邊一套自己中意咯。咁咪爆，咁咪有話題性咯。我覺得冇問題嘅。首先講一個啦，激動宣言啊，林盛斌奪最佳男主持，話見到佢好激動啊！搏爛咗個獎，搏爛咗個獎，咁咪將個獎咪好，咁將嗰個獎咧就一分為二，一錘定音，場面啊相當爆笑嘅。咁咧一件事喺網上面瘋傳啊，啲人咧網民就話啦，黃金斷口斷得咁齊都比較少見，手工好差，一撞就斷，仲話價值不菲。咦係喎，嗰陣時話賣廣告話呢個獎就999.9千足純金啊，我都覺得好奇怪，點解一卜就爛嘅？仲話價值128萬元，咁後來佢哋就解釋啦，佢哋公司就解釋啦，咁呢一個獎咧就俾啲演員咧我嚟影相啊、拍照嘅作用嚟嘅，即係仿製品嘅喎。之後咧，佢哋公司咧將個得獎者嘅名咧就刻咗喺真金嗰度、真個座嗰度之後就正式送俾得獎者嘅。咁呢一個其實係仿製品嚟嘅喎，我哋影相拍照用喎。我見到呢一單嘢有些少似搞笑啊，戲劇性啊，即係嗰啲花生 show 嗰種感覺啦嚇。好啦，第二個啦，討論咧就係女新人最佳女新人得獎嘅。我頭先都話啦，我真係完全唔知係邊一個啊，不過都可以講兩句嘅。魏嘉文就話佢咧成績優異，係一個高材生嚟嘅。咁喺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畢業生，咁絕對美貌與智慧並重啦。咁DSE 就成績優異嘅。好啦，講完佢咧就下一個啦，就到感動宣言最佳女配角黃敏奕。咁上到台佢就話啦，
得獎感受啊！我好榮幸可以同大家唔係，我好榮幸可以同其他提名者一齊提名。其實喺公司呢幾年學識嘅係要一直努力做演員，唔係比賽緊。我哋每一個作品啊，角色俾人記住，已經係好值得嘉許嘅事。好感恩，好多謝大家。好啦，咁啊，曾志偉係佢老爺，亦都係高層啦。咁佢感動有冇好多謝佢嗰個高層老爺啊？啊，咁啊，咁佢都係有實力嘅嚇。其實新聞女王二佢做得都係非常之出色嘅啊，唔錯，OK。咁我哋下一個啦，討論咧就係事後視帝，黃宗澤、佘詩曼兩個都係同時攞到最佳男女主角之餘，仲要大灣區最喜愛 TVB 嘅男主角同埋女主角，同一時間都係佢兩位喎。啊，以為擦身而過，咁啊頒咗大灣區男主角，咁啊最佳男主角未必到佢，原來係亦都係佢哋喎。其實黃宗澤呢個角色呢，新聞女王二呢個角色，我認為係做得唔錯嘅，演繹得幾好嘅。好多時社會呢，都係好多存在咗呢一類型嘅人嚟嘅。啊，咁佢得獎嘅感受就話啦，攞完第一個獎，我已經泄咗道氣，諗住安心睇頒獎禮啦，睇下邊個攞獎啦。點知三哥即係苗僑偉啦行出嚟，佢個稿仲係咁講我啊，仲佢個稿仲要係咁講我，嗰下我先知，哎呀，原來仲有希望喎。當苗僑偉宣布啊，佢獲得視帝之後呢，佢嘅眼淚就已經忍唔住滴咗出嚟啦。而最佳女主角呢，就佘詩曼，咁啊四度奪得視後啊，前無古人啊，新聞女王二助創歷史啊。咁啊97年參加香港小姐入行啦。咁啊06年啊鳳凰四重奏首度封后。2014年憑行咩使徒行者壓倒性啊優勢再贏一仗啊。2013年就新聞女王第一集啦。咁啊而家就第四屆視後啦。有實力真係有實力嚇，有實力係好明顯，佘詩曼嘅實力係好實至名歸嘅。啊，到咗咧，佢哋頒獎典禮嘅戲肉啦，最精彩嘅一環啦，啊，都唔可以用最精彩嚟形容嘅，最受關注點。之前傳聞話阿曾志偉會離任啊、離職啊咁，一直咧都俾佢本人話唔係啊，冇咁快啊，甚至係否認咗嘅。咦，咁啊嗰晚頒獎典禮，咁啊曾志偉咧就頒咗萬千星輝榮譽傳奇大獎，咁啊由譚詠麟就頒發嘅。咁佢自己都話啊，有啲江郎才盡啊咁。不過我哋睇下佢在任呢5年入邊呢，有乜嘢功績？其中最大討論點就係與四大唱片公司破冰成功啊！咁啊，環球啦、華納啦、Sony 啦同埋 EMI 唔係俾環球收購咗咩？哦，即係三間唱片公司啦，啊！咁啊，亦都舉辦過香港金曲頒獎禮2021至2022年嘅。咁啊，其實我好少留意呢一樣嘢嘅，呢啲嘢嘅。不過為咗一個討論呢一篇咧，其實呢個頒獎典禮我自己都冇睇過，我都喺 YouTube 嗰度網上面揾啲片段係睇過資料嘅啫。啊，咁啊，所以我講得唔係咁好啊。咁2013年一度和解咗嘅，即係講呢四大唱片公司之後話再度封冰。咁其實
你古裝 TVB 拍古裝而家都好少啦，越嚟都唔係多啦，係啊。而最受注目就係《中年好聲音》，咁我自己都聽過，亦都睇過下啦。其實一年舉辦，其實嗰時我以為佢一年舉辦一個，頒一個出嚟，點知咦咁快就下一屆嘅，咁快就下一屆嘅，好似呢一屆都未完咗幾耐，又有下一屆喎咁。咁啊，佢喺個迴響都幾大嘅，都幾受歡迎嘅。但係感覺上好似咧拍到拍到好盡啊！啊，再坦白啲講，就好似用到爛啊，有些少啊，揸乾揸淨啦。其實好正常啊，呢一樣嘢。喂，佢受歡迎，有收視，咁由觀眾決定啊嘛，係嘛？咁俾一啲觀眾中意嘢俾佢哋睇，咁都好正常嘅，係咪？咁唔通做一啲觀眾唔中意嘅節目，咁啊更加唔會啦嚇啊！咁亦都有朋友話曾志偉做得太好啦，好有業績。入佢上任之前係蝕緊本嘅，蝕緊錢嘅。佢上咗任之後就轉虧為盈啦，有錢賺啦。即係可能覺得做得太好啦咁。不過呢，你話佢最注目嘅一件事呢，係美城月餅嗰單嘢啊，咁都喺度無謂討論啦啊。好似獎門人咁啊，我諗都有30年歷史啊，都係一個好經典嘅節目，好受歡迎。咁啊30年之後都繼續做緊，繼續拍緊。但我亦都覺得啊，會唔會有啲新嘅嘢會好啲呢？咁啊，咁啊，當年歡樂今宵都係約莫30年啦，啊，好非常之經典啦。拍到去90年代中期就已經轉咗啦咁。咁啊，獎門人我冇記錯，好似90年代中期到而家都繼續有㗎嚇。咁啊，有冇你話有冇人接任曾志偉嗰個職位啊？梗係有㗎，不過未知係邊一個係咪？所以新人事新諗嘅嘢嘅創意未必係一樣嚇。咁啊，點樣都好啦，香港人 TVB 陪住香港人成長係過咗好多代嘅。咁啊，希望佢做得越嚟越好啦，佢哋嚇。今集講嘅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